大家同聲同氣啦。咁香港呢次世紀大火啊，對我嗰個即係個影響都好大嘅，即係成個人係震晒嘅，真係好傷心咯。咁多人冇咗生命，咁響海外媒體都係好震驚咯。睇到個火場嗰個咁嘅陣勢，真係好難救嘅。咁樣香港我係廣州人啦，咁樣細細個媽媽就帶我同妹妹去香港玩啦，特別係媽咪帶我去香港玩啊、食嘢啊、咁樣購物啊。香港一直俾我印象真係好好嘅，市政管理又好有條理啦，佢哋嗰啲市容啊好乾淨咯，即係好中意翻修，佢哋好中意翻修自己嗰啲外牆啊咁，成個市即係城市睇起身即係好靚咯。咁我又我記得我喺香港即係嗰個尖沙咀係睇過法國嗰啲名畫家嗰啲畫展，莫納嗰啲畫展嘅。即係喺香港即係你可以即係體會體驗啊，可以經歷即係全世界最好嘅嘢，你都可以喺香港享受到。所以點解香港係其實好多鬼佬都好中意香港嘅原因，就係你喺香港你又可以感受大陸嗰啲優勝啊，可以去大陸玩啊、食啊咁。咁你又可以喺香港，你又可以體會到喺全世界嗰啲好嘢都會湧到去香港，你又可以享受到全世界最好嘅嘢。所以香港一直都係好受，即係好適宜居住，好受啲鬼佬即係歡迎嘅。而且佢又係西方文化人都識英文，啲鬼佬又覺得喺嗰度生活冇咩阻滯咁。所以呢次咧大火咧，大家都好震驚、好傷心咯。咁希望香港可以重新振作起身，即係話吸取教訓咯。應該係出咗事，肯定要即係要改翻正佢咯。咁要振作起身咁我呢度向香港市民啊表示深切嘅慰問啊！真係大家係講同一種話，嗰個感受係好深切、好真嘅，即係好強烈咯。咁特別係響呢次火災中失去咗性命嗰啲香港嘅市民啊，我表示最深切嘅哀悼咯。好傷心。即係都會記住呢件事情，同埋會吸取教訓咯。同埋我自己都係廣東人，講廣東話嘅。對於香港我都有好深嘅感情，好美好嘅回憶。所以如果幫到手嘅話，我都一定係會幫。譬如即係話表達自己嘅一啲即係啲意見解決問題。